歡迎收聽提神百香果靈修頻道，願神嘅話語成為你嘅導引。詩篇91篇14至15節，神說：因為他專心愛我，我就要搭救他；因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處。他若求告我，我就應允他；他在急難中，我要與他同在，我要搭救他，使他尊貴。神說：因為他專心愛我，我就要搭救他；因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處。他若求告我，我就應允他；他在急難中，我要與他同在，我要搭救他，使他尊貴。神啊，藉着你嘅話語，使我哋省察與你嘅關係，要專心愛你，尋求你嘅名，且在急難中，你會與我哋同在，賜下平安嘅確據。感謝神信實嘅應許，奉靠主耶穌基督聖名禱告，阿們。